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市场，如果你要去炒它加杠杆，實際上那它也是紅綠市場。但是如果你不是去炒加杠杆，你只是一種配置，那麼它是你資金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或者你的不多的選擇之一。因為你沒有別的選擇，你必須要這麼做。當然了，有人說把紅票子變成別的票子，那我們通常一般都是說變成綠票子。但有人說我變成澳元，變成歐元，變成日元，那這是因人而異，每個人觀點不一樣。我們今天聊一聊人民幣匯率。經濟觀察報今天刊登一篇報道，叫人民幣匯率創3年半新高背後的華爾街。他說8月17號，美元對離岸人民幣匯率徘徊在 6.742 附近，盤中一度觸及了 6.7376， 跌創過去3年半以來的最高值。反彈的是，過去一周境內美元對人民幣即期匯率較中間價持續偏強400個基點。當外匯市場看漲人民幣情緒高起時，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什麼意思？離岸的反而人民幣在升值，升得更快，在岸的反而升得慢，導致在岸的比離岸的人民幣匯率還少了400個基點。作為中國香港地區一家銀行的外匯交易員，他有着6年人民幣交易經驗，他感慨，他說在過去6年期間，上述情況並不多見。那這背後人民幣多頭陣營，就是看多人民幣的人，都是哪些人呢？陸續出現眾多的新面孔。8月以來，郭浩杰協助多家華爾街對沖基金建立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日均淨買入規模約在2500萬美元。他注意到這些對沖基金一改以往熱衷短線交易的操作習慣，粉絲紛紛堅定持有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就是多頭頭寸，就是一直看好人民幣還要升。郭浩杰分析說這些對沖基金的投資算盤也不複雜，押注美聯儲年內降息將使得人民幣匯率走升。有3家對沖基金已對美聯儲年內不同降息假設進行模擬測算，結果均顯示，在其設定的情景下，人民幣可能成為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他們決定提前布局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多頭頭寸就是把美元換成人民幣，在那等着静待美聯儲扣動降息扳機的獲利。郭浩杰最沒想到的是，過去一周2家以往未曾涉足人民幣匯率投資的華爾街資管機構也向他諮詢買入遠期人民幣看漲期權等外匯衍生品操作流程，這叫提前布局。作為一家華爾街多策略對沖基金的基金經理，張剛感受到同行對人民幣的投資興趣正在升溫。在華爾街，以往涉足人民幣投資的主要是外匯策略、新興市場策略等对沖基金。7月下旬起，套利策略、宏觀策略等对沖基金也將目光瞄向人民幣。他告訴記者，8月11日，在張剛參加了一場對沖基金會議上，有多位以前較少關注人民幣宏觀策略對沖基金經理在熱議人民幣升值潛力，也就是現在6.73、6.74。他們還是看好，認為人民幣還要升，就這有個意思啊。在他們看來，一旦美聯儲扣動降息扳機，大量華爾街資金將紛紛重返新興市場，人民幣有望成為最大受益者之一。究其原因呢，主要包括中國出口高景氣度所積累的較高貿易順差，中國國債的避險屬性，中國科技產業競爭力持續增強，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跨境使用需求不斷增加，以及全球資本對中國股票的配置意願有所回升。此外，他們認為在油價高企的環境下，中國經濟仍然展現出一定韌性，因此人民幣相比較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具備更大的升值潛力。它的升值基礎就這麼幾個，一個是貿易順差，一個是國債避險屬性，一個是咱們的人工智能 AI 高科技這些持續增強，主要是这些。什麼全球資本對中國股票的配置，人民幣國際化，那這個恐怕還早，就影響不會太大，主要是貿易順差越來越大。
另外一個就是科技，這個硬科技啊，這些兩家與會宏觀策略型對冲基金經理表示，8月以來，他們已逐步建倉離岸人民幣多头头寸，原因是基于美國最新公布的就業、通脹等經濟數據，華爾街將美聯儲9月加息概率調降至40%。兩位基金經理認為，這意味着美聯儲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美元的利率繼續上行的壓力隨之減弱，資金提前布局人民幣升值交易的吸引力正在上升。8月上旬，兩家華爾街套利策略對沖基金經理找到張剛，諮詢建倉遠期人民幣看漲期權的交易策略。張剛原以為他們會三思而後行，沒想到8月11日，他們就已經斥資數萬美元期權費，在新加坡、中國香港的外匯市場買入年底到期、執行價格在 6.63 附近場外離岸人民幣看漲期權。什麼意思？他們認為到年底人民幣會升值到 6.63。面對華爾街看漲人民幣的情緒趨於高漲，張剛也相當心動。不過與這些對冲基金激進建倉不同，張剛投資相對謹慎，他先將100萬美元兌換成離岸人民幣，再買入多支以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等待人民幣升值獲利。什麼叫點心債啊？就是在中國境外，主要是在香港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因為它早期單筆規模較小，所以被戲稱為點心債。這個小點心債，這個點心債核心特點就是離岸發行，人民幣計價，受發行地法律監管，所以它有較高的市場化靈活性。目前點心債規模整個的加到一起2萬億，也就是還算可以，不算大吧。那麼張刚他就買點心債，等待人民幣升值獲利。在他看来，当前美元對人民幣6個月遠期價格已明顯低於即期匯率。按照當時的調期點計算，6個月美元對人民幣遠期價格在 6.65 到 6.66 期間。他算得更細了啊，他認為會在 6.65， 而上述對沖基金買入的人民幣看漲期權執行價約為 6.63。 我曾提醒這些套利策略對沖基金經理不要高估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否則場外外匯期權投資策略將面臨難以行權、权利金損失的風險。張剛說，但他們對此不以為然，就是他們非常看好人民幣升值。他們看好的原因就主要是美聯儲不僅不加息，可能還要降息。8月12日，央行發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做好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分析，堅持底線思維，綜合施策，增強外匯市場韌性，穩定市場預期，防範匯率超調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部分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開始選擇觀望。郭浩杰告訴記者，在報告發布後的2個交易日，就8月13號、14號，他接到4家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的電話，諮詢未來中國相關部門有多大概率再度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企業和金融機構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重啟中間價逆周期調節因子，也就是央行會干預。人民幣升值過快一定會遭到干預，因為你過快，我們主要是以出口為主，你過快了，那就對出口企業不利。在他們看來，一旦中國相關部門決定採取這些遏制人民幣匯率過快大幅升值的舉措，將使得人民幣匯率短期明顯回調，導致買漲人民幣套利策略遭遇風險。2家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明確告訴郭浩杰說，只有通過綜合評估並確認買漲人民幣套利策略勝算明顯高於賠率，他們才會跟風建倉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郭浩杰發現8月13號到14號建倉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的華爾街對沖基金較以往減少約 20%， 日均淨買入資金相應縮水至1800萬美元。同期已建倉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的對沖基金則依然保留90%的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他們相信全球資本持續加倉中國股票資產的所帶來的人民幣匯率穩健升值動能，足以對沖人民幣短期明顯回調的風險。也就是
這些美元看好中国的資本市場，它要換成人民幣進來參與。那一換成人民幣，人民幣需求就多了，人民幣需求一多，人民幣匯率就會上漲，就這麼個事。7月20號，花旗集團發布投研報告，將中國股市在新興市場資產配置領域的評級由戰術性上調至超配。不久前，渣打銀行繼續維持中國股票超配評級，理由是當前中國股市相較全球主要股票市場具備顯著的估值優勢，且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升級勢頭持續深化，帶來更廣泛的投資獲利機會。這些投行報告進一步強化了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的判斷：如果全球資本繼續增加中國股票資產配置，由此帶來的跨境資金流入可能為人民幣匯率提供額外的支撐。作為一家華爾街宏觀經濟對沖基金亞太地区投資總監孙超在8月14號說服該基金投資委員會繼續持有逾300萬美元的人民幣多頭投資組合。他給出的理由是監管舉措可能會令人民幣匯率短期承壓，但就中長期而言，基金投資委員會應關注全球資本加倉中國股票，如美聯儲降息觸發中美利差倒掛幅度收窄。實際上中美利差還是倒掛的，但是倒掛的幅度就會減小，因為美國降息对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雙重利好，尤其是中美利差倒掛幅度收窄对人民幣汇率超預期升值的驅動效應卻被金融市場忽視。孫超坦言，受中美利差倒掛幅度，10年中國國債收益率之差達到負的302個基點。全球量化策略投資機構總計建立逾3億美元離岸人民幣空頭頭寸。一旦美聯儲年內開啟降息週期，令中美利差倒掛幅度收窄，這些離岸人民幣空頭頭寸將陸續平倉離場，觸發人民幣匯率爆發更強的升值動能。量化策略實際上它是建了人民幣空頭頭寸，它就看跌人民幣。那如果量化被打爆了，空头被打爆，那可能导致人民幣升值会加快，就这意思。这個觀點呢，迅速贏得基金投資委員會多數成員的認可。孫超也因此得以繼續維持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等待未來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帶來的交易機會。那這個是經濟觀察報它的報道，人民幣匯率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漲人民幣，紛紛建立離岸人民幣多頭頭寸，但是他沒有說多頭頭寸到底多少，反正空頭头寸至少有3億美元。這些是量化基金，它是看空人民幣。我想說的是什麼呢？這個文章他介紹的現在看多人民幣的，它主要觀點就是一個是貿易，一個是我們的資本市場。他認為我們的資本市場有吸引力，是窪地，會吸引更多的美元過來，美元一多他就換人民幣，人民幣就要升值，就這麼個事。那貿易呢就不說了，咱們有巨大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賺的都是美元。好，貿易咱們都看到了，不用說，現在有的是2位數增長，新能源汽車对吧？但是大家也知道，貿易這東西它就像一個怎麼理解？你看你賣的越多，你的順差越大，你的本幣就越要升值。你看这是不是一個悖論呢？本幣升值，你相對美元它叫貶值，美元貶值，你貿易賺的就是美元，以美元計價，那也就是你貿易的越多，賺的反而越少。你以比亞迪為例吧，比亞迪出口越多，它賺的美金就越多，是不是？但是它以美金計價的，它一輛車就賺那麼多美元，比如1000美元，它不能隨便加價，你可以加價，你加價你賣不掉。你為了占市場不能加價，你的利潤只有那麼多，用美元計利潤率就那麼多，但是你馬上就會發現你匯率這塊少了10%，你的利潤全沒了，而且是你賣的越多，你收的美元就多，收的美元越多，貿易順差越大，本幣升值的壓力就越大，本幣越升值你賺的越少，因為你要換成紅票子在國內，對不對？這就會導致什麼？所以說它自然會到一個地步，因為貿易而導致的人本幣升值，它會到一定地步它就自動停滯了。即使不停住，那央行也要出手，不出手人民幣繼續升，那出口沒了，我也不賺錢，我出口還賠錢，那怎麼辦呢？實際上現在很多小的外貿企業、外貿商，它的利潤非常薄，
最後1年算下來被匯率全给吃掉了。那这样这外贸是不是？那至少如果你继续生产，那很多外贸企业他就不做了，做的都赔得多，他就所以越不做，是不是外贸又下来了？所以它会达到一个平衡。我认为这么2位数一直增长下去，人民币继續升值，最終他們會碰到一起，達到一個平衡，不動了。這是第一個，因為貿易導致的，我們的順差太大。但是這裡面我們要說個問題，那就是紅綠市場導致的，那這玩意打個大大的問號。這些外資投行天天在這喊，你這個外資到我們這兒投資紅綠市場佔比很低，這1%、2%呀，你再投多少，能有多少美金呢？非常低，這麼多年一直這麼低，年年喊這個外資機構加倉，加到現在也沒加多少。這個大家可以查的，外資持有咱們胡氏的股份還有1%。要知道我們的 QDII、QFII 是有額度的。那你說外資他要買港股，他不需要換的，因為港幣和美元是聯繫匯率，港幣就是美元，美元就是港幣，所以他不需要換。那他要換的就是紅票子，把綠票子換成紅票子進來投資。你不是想進來就進來，那是有額度的 QDII、QFII， 所以這個都是中介在這胡吹。關於資本市場導致人民幣升值，這個是個美好的願望，對吧？我們覺得只有貿易確實是這樣子。你賣的太多了，順差特別大，我們賺了太多的美金。經濟觀察報說的是什麼？說的是套利。套利什麼意思啊？它很多是做對沖的套利，這個跟我們投資又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兩個概念，千萬不要你去學它。就好比你去學胡一進老師一樣，胡一進老師去廊坊買套房，去大廠買套房，大廠是吧？通州的邊上他買套房，他拿幾十萬炒股。賺了，人家都不在乎，人家可以叫玩一玩，也可以是調節。他退休之後的生活無聊，他也不願意去搞人體攝影，或者搞人體攝影他也害怕別人知道，所以他乾脆是炒股。他的觀念，他的這個跟你是不一樣的出發點。完了之後，人家是有無盡的子彈，他每個月收入不知道多少萬，退休金就2萬多，再加上自媒體的收入，你說他多少錢？所以說他在資本市場那幾十萬。賠了沒了，對他影響不大。他去河北買套房，現在就是腰斬、膝蓋斬、腳踝斬，他也不在乎。那你能去學嗎？你才多少錢？你這幾十萬一套住，要死要活。所以不要盲目的學。這剛才中國經濟觀察報說的這些都是叫利，是吧？所以說這個觀念不一樣的，人家叫套利，人家這兒做空，那兒做多，這兒賠一點，那兒多賺一點。那兒賠一點，這兒多賺一點，人家是做套利，這是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搞清楚，你換綠票子到底是為什麼？是賺錢嗎？賺錢只是不是一個原因，而且不是主要原因，應該是個次要原因。沒人不想賺錢，沒人說我換綠票子就是想賠錢，那你是變態的吧？那你是受虐狂，肯定是想賺錢，但是賺錢是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是安全，是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面，而且這個事情不是我們小韭菜在做，是人家有錢人都在這麼幹，這是有數據支撐的啊，不是小韭菜自作多情。摩根士丹利啊，他發了一個報告，他說中國國際收支結構已轉變為一種鏡像模式。什麼叫鏡像模式？像鏡子一樣的啊，鏡像模式什麼意思呢？2025年，他說高達735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2025年，我們外貿企業賺的錢很多，順差裡面有7350億美元順差。這個美元它沒有回來，它應該欠這些錢一結匯就到我們外匯管理局那兒，對不對？到那兒變成人民幣給你，你在國內人民幣拿去花吧，這叫結匯，是這樣的吧？美元你回來就到外匯管理局了，你再結匯換成紅票子到你公司賬戶上，你就美元換人民幣，你在國內就開始花，給大家發獎金。但是有7350億美元，它就沒有結匯，並未如以往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長，而是被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下約7820億美元的逆差所抵消。這本來是順差，對不對？結果企業它那個金融賬戶下，就是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下有7820億的應收賬款，就這意思。
反映在企業这儿是应收账款，那它这应收账款去哪儿了呢？这意味着由貨物贸易创造的巨額外匯收入，正通過私人部门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等渠道重新配置到海外資產中，也就是美元還是變成了美元，它沒有變成紅票子回來。那你看美元的貶值，你不換成紅票子，你不虧了嗎？你看看，人家就不換成紅票子，人家就在海外待着。證券投資，投資美股，投資美國的證券呢，有多少？4260亿美元，還有3170億美元的其他投資，其他投資就包括房子、投資房產、投資礦，甚至有人在海外投資項目。当然了，这個也有3170億美元的這種其他投資，4260億美元的是紅綠市場投資。你說我們這邊天天吹說什麼，一會兒高盛啦，一會兒瑞銀啦，說外資看好 A 股，要大規模進來，到現在才外資占咱們資本市場1%。我現在查一下到底多少，人工智能順便查一下，机密來着。外資我們的資本市場我查到了，按照 A 股總市值計算，咱们所有的 A 股啊，那麼目前外資持股是3.5%，当然这在變，對不對？這紅綠市場的每天在漲跌，只是在變，大概就是3.5%，目前3.5%，不是1%，3.5%，總的按人民幣算，大概4萬億人民幣，那就所有的外資投我們加在一起是4萬億。那我們去年投美股這是多少？就投美股一年是4260億美元，這個大概是，那就是3萬億唄。去年一年就多了3萬億人民幣。你這扯破嗓子天天喊股市好，股市好，對不對？紅綠市場好，外資看好，看好到現在累計到現在市值就是4萬億。我們去年一年民間不算咱們官方，只是算民間出口這個節流下來的錢，投美股證券投資嘛，就3萬億。那如果再加上其他投資，比如房地產其他投資2萬億，一下就5萬億啊，6萬億，什麼概念？他們不知道人民幣的升值嗎？人民幣升值，你持有美元資產你是虧的，對不對？那他為什麼還持有呢？摩根士丹利啊，他這個報告的名字叫亞太地區為何中國在重構對外投資路徑，現在把這錢要回來，要控制。大家記住了，為什麼7部門打擊離岸炒股、炒美股、港股？為什麼？就要把這錢管住。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為什麼這7000億美元的順差它不回來？既然人民幣在升值，你趕緊結算回來。你現在是按6.73結算，對不對？到明年就變成6.5了，就按照這個文章說的6.5，那你不又虧了嗎？虧了10%，但人家就是不回來。所以皮褲掏棉褲必有緣故，這些人這麼有錢，他把錢放在外面，他不結匯回來，他是圖什麼？所以作為我們牛馬，我們如果手頭上錢夠了，達到一定地步，那你就要考慮要配置。配置是幹什麼呢？是萬一將來發生一些什麼不可測的風險，那你好歹還有一些綠票子。烏克蘭和俄羅斯打仗，俄羅斯現在這麼困難是吧？但是依然有很多俄羅斯人，中國在泰國，在其他國家旅遊，尤其好多在泰國待着俄羅斯人，在泰國普吉島很多俄羅斯人，那他怎麼去那兒呢？哪來的錢？實際上就是這些人他弄的美金，他們有美元，盧布那是不行的。你跟官方換盧布，那你第一個額度你沒他不會給你那麼的額度，你很難換到，額度比較少，那你黑市上那就完了。所以這些錢很有可能就是俄羅斯這些人他攒下來的美元在外面賬戶，人家還可以拿出來在泰國去逍遙，去越南。你如果沒有這些綠票子呢，那你換到时候換你是換不到的，要麼就是高價，官方匯率顯得不高，但是你換不到，額度有限。看看朗子里亞爾貶值貶得多快，所以說目的不同，你的操作手法不一樣。人民幣匯率的升要看央行，如果央行不出手，那就說明它還要升。央行如果要出手升得太快，央行就要出手，因為升得太快，這外貿企業就受不了了。你慢慢升呢，外貿企業還能扛，溫水煮青蛙。只是我自己外匯操作啊，我在會員節目裡面會說啊，這裡面就不說了，安全放第一位。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